為咗俾旅客有更好嘅出行體驗啦，咁機場而家現正展開呢個機場安檢區域入邊嘅全面升級啦。我哋會建立一個新嘅中央安檢通道。咁由於現時離境大堂嘅安檢通道位置有限啦，咁以至出遊高峰期嘅時候都會出現長長嘅人龍等候進入呢個機場保安限制區，即係我哋俗稱嘅禁區啦。咁今次嘅升級工程咧，主要都係為咗擴大安檢同埋離境區域嘅空間。咁透過重新規劃部分嘅禁區候機樓嘅位置啦，咁等整個安檢移民嗰個區域可以有更寬敞嘅環境。咁另外今次嘅升級工程亦包括對安檢設備嘅升級啦。咁為咗舒緩現時緊張嘅排隊等候嘅情況，我哋會引入8條智能嘅安檢通道嘅。而我哋嘅團隊都制定好相關嘅程序啦。咁而保安公司方面亦都密鑼緊鼓咁進行嘅相關培訓㗎啦。咁確保每個人員都可以熟悉操作新設備啦，同埋熟悉流程嘅。咁其中新設備包括呢個手提行李自動分揀系統啦、自動托盤回收功能啦、開波工作台熒幕輔助啦，以及全新嘅毫米波人體成像安檢儀嘅。咁可以令到機場安檢嘅處理量能提升至1.8倍。咁等旅客能夠享受更輕鬆便捷嘅出行體驗。